目前多数的 AI 资料库是以主流语言来运作的。人伫咧美国的台湾籍研究员张凯维认为，台语的数位编权也真重要，所以讲到做一个 AI 的台语资料库，互智慧电器也会当提供台语服务。来看公司的国际记者彭子杰报道。华府台湾侨民对麦克踢出台语机构，这笔资料随之输入 AI 台语资料库。当前全球 AI 发展，多数以人口基数较大的语言建立资料。也毋过，伫 MIT 的台湾籍研究员刘凯伟认为，台语的数位编权也真重要。因为对开发人工智慧学者来讲，台语是一个真趣味、真有挑战的语言。目前像英语甲华语，伊伫网络顶讲足侪资料，台语伊的资料较少。这套叫做台语 Speech 的资料库，结合关键字比对大型语言模型，叫做语义标注。台语语料会当超过几种写的系统，伊则用语音形态提供 AI 模型辨识。这套技术为台语出发，未来也会当套用伫其他语言。伫美国，我会使去熟悉无共款的学者，国际上无共款的学者，我就会使有这个机会去甲大家讲，台湾有这个台语这个语言，伊真特殊。我希望甲台语作为一个范例，阮若会使用上少的资料，加这人工智慧听有台语，阮就会使用相像的技术，甲人工智慧无共款的语言。这人工智慧资料库以开源的方式免费向全世界公开，未来嘛会使用做张照，也是智慧家电等等的所在。因为咱遮用的就是按以前阮来读册进前了解的，真侪家庭是安尼，因干那捌台语甲英语，你若用一个华语，因听无，嘛无法度讲。所以做出来的物件会当互真侪无共款的人，用台语的人、用华语的人，拢会晓用。所以这部分我是足侪支持。伫美国大桥社群保留家乡无共的腔调，互台语 Speech 现有的3000笔语料更较丰富。这座 AI 台语资料库由 MIT 甲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、阳明高等大学甲南加州大学合作，台美跨海研究，为互 AI 笼罩之下台语使用者的数位编权。公司国际记者彭子杰美国华府报道。